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問天。今集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小弟喺文武先鋒嘅組隊。呢幾個組合係我組隊嘅時候會比較常用。戴定頭盔暫時係我認為最好，但唔一定係最勁。而小弟都有幸上過榜，證明咁樣玩係有一定嘅實力先。第一隊推薦係蜀槍，用 SP 諸葛亮搭關興同埋張苞組不罰槍。又或者係關妹、關羽組符類槍，呢兩個組合係最理想。但當你組唔到完全體嘅時候，又或者俾對手搶咗部分武將嘅時候，通常咁嘅情況就混合組以上任何組合頂住先。萬一咁唔好彩都冇嘅話，我就會揀其他蜀國槍兵，例如趙雲、馬超、張機同埋普通版嘅諸葛亮等等。而另外一個情況就係揀完諸葛亮或者 SP 諸葛亮之後，俾人搶咗槍嘅武將。呢個時候我就會改搶黃忠、SP 黃忠、龐統、嚴顏、姜維等等嘅工兵，克制翻對手。不過搶武將嘅時候記得留意武將嘅技能，同一款武將有機會出現兩三種唔同嘅組合技能，就好似關妹咁，佢有3款，其中一個係綁定咗飛鴻，係玩唔到槍兵兵種。咁當然如果你係完全冇其他選擇嘅情況之下，揀咗關妹，而你又組唔到飛鴻兵，而亦冇其他更好嘅選擇，讓人哋一招技能照玩槍兵係可以考慮。第二隊魏發公或者魏發騎，即係五謀神或者搭王義、張春華、無雙甄姬、曹操、無雙曹丕、曹真滿寵等等。通常核心都係優先會揀 SP 國家、王義同埋曹丕呢3個主輸出行先。不過其中揀王義嘅時候要睇翻技能先好揀，如果佢唔係奪魂上兵就做唔到主輸出。咁呢個時候就要揀翻可以做主輸出嘅武將行先，例如程昱嘅太平士別，或者係荀攸嘅奪魂上兵。而呢一隊亦都可以估計對手嘅兵種，再揀公定騎玩兵種克制。如果對手冇盾兵嘅話，工兵又可以全 S 嘅話，就行工兵優先。第三隊張遼嘅爆頭騎，如果你咁好彩俾你搶到張遼配黃元基，再搭 SP 荀或者曹操或者係曹真，都會好勁。佢玩爆頭真係冇解，不過如果佢冇咗黃元基嘅話，威力就會大減，冇乜作為。所以當對手搶咗張遼嘅時候，我一定會搶黃元基阻止對方組成。但調翻轉，如果係你搶到張遼而又冇黃元基嘅話，有3個方案可以做。第一個方案就係揀一隻有梳妝技能嘅武將去幫張遼發動突擊技。第二就係換成董伯或者係大喬，呢2個武將都可以幫張遼增加發動突擊技嘅技能次數。第三就係揀夏侯淵，同佢組成雙輸出組合。第4隊無雙女妹組成嘅群攻或者群騎，好多玩家一見到無雙女妹就會即搶，原因係女妹嘅輸出足夠可以做單核，亦都可以玩攻，亦都可以玩騎，組隊嘅靈活性非常之大。你組隊嘅時候可以視乎翻對手揀到咩武將而去組隊，優先會揀左慈、貂蟬、祝融呢一啲輔助武將同佢組隊，亦都可以配上 SP 袁紹、董卓、袁術等等組成雙輸出嘅隊伍，都會有唔錯嘅戰鬥力。咁今集暫時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支持，下集見。